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9，诗篇90篇15到16节安尼讲：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僕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看见你的作为，甲荣耀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施慈爱，互所有听你、遵行你诫命的人。主啊！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通力求叫你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的心，因为有你来欢喜，因为阮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！因为你是好，欢喜赦免阮的罪过，佮要将丰盛的慈爱赏赐紧啊求叫你的人。主啊！阮的一生拢在伫你，求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就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僕人看见你的作为，嘛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